睇完百萬人推理，嬲到連續睇咗2套懸疑劇，認罪之罪同莎拉的真偽人生即刻 balance 翻，特別係莎拉的真偽人生推敲兇手同受害者嘅懸疑氛圍滿滿。呢一套劇除咗係犯罪偵查外，核心仲係一個女人喺慾望同恐懼之間生存嘅故事。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懶喺梳化。今次我要介紹嘅係莎拉的真偽人生。故事嘅開場已經有張力，喺一場隆重嘅名牌手袋發佈會上，莎拉 Kim 優雅咁招呼貴賓，意外咁見到一個女人着住同自己一模一樣嘅晚裝禮服，佢即刻黑面啦。初以為係單純嘅撞衫事件，但原來背後隱藏住極大嘅伏筆。鏡頭一轉，警方發現一具面容損壞、冇辦法辨識到嘅女性遺體，身上冇任何證件。刑警破務警同袁在賢憑住死者身邊一個名牌手袋嘅專屬編號，憑摸瓜揾到手袋嘅主人鄭宇珍。鄭宇珍證實呢一個手袋的確屬於佢嘅，但送咗俾好朋友金莎拉。透過死者腳踭上面嘅紋身，確定受害者就係金莎拉。隨住深入調查，金莎拉嘅身世就好似羅生門咁，喺唔同人嘅口中有唔同嘅版本。喺鄭宇珍、3月百貨會長崔彩如同 Pro Dior 培朵奧前員工宇孝恩眼中，佢係上流精英，係美國常春藤名校畢業，只有 0.1% 嘅上流人士，英國皇室先會用到嘅培朵奧亞洲區嘅分社長，優雅而幹練。喺男公關姜志媛眼中，佢係放債黑幫老大洪承信屋企入面嘅寂寞人妻金恩才。喺洪承信眼中，佢係為咗逃離風塵，願意假結婚捐腎俾佢作為交換自由嘅可憐陪酒女斗兒，命令佢用假身份改名做金恩才。喺宇孝恩朋友楊多慧口中，佢係 Prada 前員工穆佳希，從而揭發網名清談女神嘅佢，因為撐大耳窿錢，偷同事嘅職員證去買名牌手袋賺差價，之後賣冒牌貨，最後被逼自殺，但死唔去，殺害金莎拉，企圖搶奪培朵奧嘅無籍者金美靜。到最後一刻，無論係劇中嘅角色定係熒幕外嘅我哋，都冇辦法確定佢嘅真實身份係乜嘢。莎拉金呢一個名，與其話係一個身份，不如話係由無數謊言同慾望堆砌出嚟嘅空殼。雖然喺每一個人口中，佢嘅名同社會地位都唔一樣，但大家都不約而同好憎佢，對佢嘅評價就係一個徹頭徹尾嘅詐騙犯。佢自稱常春藤名校畢業，經營住號稱只有 0.1% 上流人士同英國皇室先至用到嘅頂級品牌 Pro Dior 培朵奧，但實際上呢一切只係為咗呃啲有錢人嘅錢嚟建立自己奢侈手袋嘅王國。喺佢眼中冇感情，只有利用價值。佢甚至利用男公關去討好3月百貨會長，只係為咗自己躋身名流圈。諷刺嘅係，唯一展示過真實嘅一面，竟然真係同洪承信假結婚捐腎，可能負負得正啦，拎咗錢就走，瘋狂買名牌，為咗建立自己富婆嘅形象。呢個亦都呼應咗劇中金莎拉提出嘅一個哲學命題：當我哋剝除所有社會賦予嘅身份標籤後，我仲剩低啲乜嘢呢？莎拉的真偽人生改編自真實案件，2006年韓國 Vincent and Company 假錶詐騙案，劇中嘅 Dior 培朵奧手袋原型就係當年嘅假錶品牌。當年佢哋號稱品牌有8年歷史，專供歐洲皇室，淨係服務全球頂端 0.01% 嘅 VIP 使用。現實中佢哋利用明星效應，邀請過李政宰、全智賢、崔智友等巨星宣傳，令無數名流趨之若鶩。好似唔戴 Vincent and Company 嘅錶就唔入流咁。劇中揭露嘅真相都同現實如出一轍。所謂嘅歐洲製造，其實係將韓國地下工廠生產嘅廉價零件運到歐洲加工一下，再運返去韓國，身價即刻升咗幾千倍。當年嘅騙局之所以曝光，係因為有人喺瑞士根本查唔到呢一個品牌嘅資訊，而喺劇中金莎拉利用一句嘅話術就帶過懷疑。자격이없는분을만나셨나보죠。呢一句簡直係心理戰嘅極致，打擊人哋嘅自尊心。呢場騙局最後嘅下場同劇中一樣，雖然罪名唔同而入獄，但好多受害嘅名流因為覺得冇面而選擇沉默。呢套劇想帶出嘅價值觀就係呢一啲詐騙犯利用嘅其實就係人類追求奢侈品，渴望擠上上流階級嘅虛榮心。當你盲目追求嗰啲 0.1% 嘅標籤嗰陣，往往就係你跌入深淵嘅開始。
講返套戲，劇集採用咗兩條相反嘅時間線交織，觀眾跟住朴刑警嘅腳步，從發現屍體開始，一步步拼湊線索。呢一條係順時序向前推進嘅時間線。金莎拉嘅故事係逆時序往後倒序嘅，呢種雙向奔赴嘅剪輯方法，營造一種剝洋蔥式嘅懸疑感。每當刑警查到一個新身份，劇情就會倒退返去揭露嗰段時期嘅真相，節奏非常緊湊。如果順返時序，金莎拉嘅身份蛻變一開始就係穆佳希、斗兒、金恩才、金莎拉，最後來用金美靜身份保住裴朵奧，色彩設計都承載敘事功能。穆佳希時期嘅畫面以灰藍色做主調，象徵貧窮同壓抑；斗兒嘅畫面轉為昏暗嘅紅色，象徵危險同誘惑；金恩才階段以冷冽嘅白色為主，體現婚姻生活嘅空洞；金莎拉時期就用溫暖嘅金色呈現，呢一種金色過於飽滿，暗示住虛假嘅光鮮。金莎拉用嘅手袋都有寓意，例如 Lady Dior Art 嘅面袋，影射人類慾望嘅矛盾，對烏托邦嘅向往。韓國藝術家 Lee Bu 隱喻幻象夢境替身同意象同時傳達出一種唔真實或者遙不可及嘅氛圍，如同金莎拉內心渴望反射出人哋眼中虛構嘅完美形象。LV Monogram 壓花小羊皮好似 cushion 柔軟嘅袋型，配合金莎拉自信逐漸膨脹嘅階段，柔軟嘅外表完美象徵佢一步步建立嘅虛構完美世界。仲有 Hermes Birkin Bag 嘅價值超過15萬港幣，作為陪罪袋絕對能夠籠絡上流人士嘅心，即刻原諒啊！身份嘅疊層就好似裴朵奧咁，同一性身份係固定不變，例如指紋、DNA 等；而敘事性身份就係通過講述自己嘅人生，不斷建立自我認同嘅身份。金莎拉當然有自己嘅真名 DNA 啦，但佢透過唔同嘅人去講述自己唔同嘅故事，佢企圖拋開前者，用後者定義自己，試圖強行抹走嗰個貧窮不堪嘅過去。裴朵奧天生就係冒牌出貨，佢只係經金莎拉嘅 marketing 營造佢係精品手袋品牌，如同金莎拉所講，佢利用虛假嘅手段追求真實嘅價值，渴望被認同、被認可，擁有選擇嘅權利。金莎拉嘅故事之所以咁吸引，係因為佢為咗捉住嗰一啲啲身為人嘅尊嚴同社會標籤議題，就將自己變成巨大嘅謊言。佢成功令全世界相信佢嘅華麗，但係都令自己陷入永遠無法回頭嘅虛無。極力推薦大家睇莎拉的真偽人生。如果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